唔知大家有冇關注過，唱盤摩打喺轉動嘅時候係會構成對唱頭嘅電磁干擾嘅。我哋先睇下呢個實驗。當唱盤摩打開着嘅時候，唱頭嘅輸出係明顯提高咗嘅。唱頭當時係冇播放唱片嘅狀態，所以呢啲輸出都係因為受到唱盤摩打嘅干擾造成嘅。呢一個唱盤嘅設計，當播放唱片外圍嘅時候，因為唱頭同摩打嘅距離比較遠，可以講問題唔大。當播放唱片內圈嘅時候，比較接近摩打放置嘅地方，唱盤摩打對唱頭嘅干擾就變得比較嚴重啦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係可以做一啲屏蔽，減少唱盤摩打對唱頭造成嘅干擾。有一啲物質，例如鎢合金，係特別可以屏蔽磁場干擾嘅。但係當時我買呢啲鎢合金比較難買，所以我選用咗一啲不鏽鋼。某一啲不鏽鋼對磁場干擾係有一定嘅屏蔽作用嘅。今次我用嘅係430不鏽鋼嘅一啲鋼片，鋪喺唱盤上邊，令到摩打同埋唱頭之間有一個屏蔽。加咗呢啲屏蔽之後，可以睇到有明顯嘅改善，測量到嘅干擾幅度係明顯減少咗嘅。可以睇下呢個實驗結果。